辣辣嘅暑假，歡迎大家繼續收睇《凝聚香港》。如果喺唱 K、行山、潛水等玩樂期間突然胸悶，把聲變得好奇怪，甚至呼吸困難，有可能就係爆肺啦。咁究竟點解會咁呢？又會有咩徵兆呢？今晚我哋請嚟心胸肺外科專科醫生余思遠醫生咧，同我哋拆解一下嘅。歡迎晒余醫生，你好。好，兩位主持大家好。你好啊，余醫生。爆肺究竟係咩呢？究竟有咩先兆啊，或者有咩症狀呢？首先咧，唔好俾個爆字嚇親先。我哋廣東人中意咧將一啲病名用一啲好盞鬼生動嘅字眼去代替啦，咁但係咧其實咧爆肺嘅醫學嘅正式名字咧叫做氣胸，即係話咧係個肺部表面有啲地方漏氣，咁啲氣體咧積聚喺個胸腔裏邊，擠扁咗個肺，就叫做氣胸啦。咁最常見嘅症狀咧就係突發性嘅心口痛啦，同埋氣促。不過我又要強調一點喎，心口痛、氣促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成因所導致嘅。OK， 咁如果係症狀持續嘅話咧，就千祈唔好自行診斷，一定要盡快揾醫生去睇下究竟係咩事啦。咁通常係咩原因咧，或者活動咧會容易導致爆肺嘅咧？我哋分開兩部分去講啦，一部分咧就係講個成因。或者病因啦，另外一部分我哋講嘅誘因啦。如果係講成因咧，我哋就將佢分成原發性同埋繼發性嘅氣胸。咁點解要去區別呢樣嘢咧？因為原發性嘅氣胸咧，就即係話個肺部本身係冇潛在嘅疾病嘅。而繼發性氣胸咧，就即係話個肺部本身係有一啲潛在嘅疾病，而氣胸只係呢啲疾病嘅其中一種表現嘅方式啫。OK， 咁至於話個誘因咧，通常就冇乜嘅。大部分嘅氣胸咧都係喺一個靜態嘅情況之下發生，同你做運動啊或者其他啲嘅生活習慣咧，其實都冇關係嘅。咁醫學界已知嘅某一啲情況下可能嘅誘因咧，包括咩咧？就係打風前夕一啲氣壓嘅改變啦，或者係身處於一啲好響好嘈嘅音樂裏邊啦，或者係玩深海潛水嘅時候，呢啲係一啲可能嘅一啲嘅誘因嚟嘅。但又有聽過啦，係一啲高啲啊、瘦啲嘅後生仔咧，好似高危啲喎，係咪咧？又有冇啲咩人真係會高危嘅？咁你頭先講緊咧，就應該係講緊原發性氣胸嘅高危一族。咁的確，男士後生嘅高瘦，再加上食煙咧，咁呢五大因素咧就係講緊原發性氣胸嘅高危一族。咁點解呢一班人會係高危一族咧？其實具體嘅成因咧係不明嘅，但係有可能咧係因為呢一個群體嘅人士咧，佢個肺嘅頂部咧特別容易形成一啲唔正常嘅肺氣泡。咁呢啲肺氣泡咧通常比較上係弱啲嘅，容易穿，一穿就會漏氣，啲氣就會積聚咗喺胸腔裏邊，就形成咗氣胸啦。咁醫生係點樣確診一個患者有冇爆肺嘅咧？咁我哋就首先要去問一問佢有冇啲爆肺氣胸相關嘅症狀啦。另外咧做個身體嘅檢查啦，同埋就做 X 光去睇下有冇啲氣體積聚喺胸腔裏邊。有啲唔確定嘅情況咧，我哋可能要考慮做一個胸肺嘅電腦掃描去診斷氣胸嘅。咁萬一真係即係確診咗係真係爆肺啦，個氣胸要點樣治療咧？個原理又係咩咧？我哋治療嘅原則咧就係包括咧症狀改善、肺部要復張，同埋防止佢繼續惡化。咁所以一般嚟講咧，如果我哋發覺個病人佢嘅氣促啊、心口痛啊呢啲症狀比較上嚴重嘅，照 X 光或者 CT 嘅時候見到個肺紮得好扁，氣好多，或者我哋一路觀察嘅時候見住佢裏邊啲氣越積越多嘅，咁呢啲我哋傾向咧就係用一個進取少少嘅方法，包括抽針去放氣啦，或者係插一條引流管入去將啲氣排走佢嘅。咁如果係有啲情況，譬如話佢係有持續漏氣嘅現象啦，佢翻發啦，或者係個病人長遠想減低氣胸翻發嘅機會咧，呢啲我哋可以考慮同佢做一個微創嘅手術去治療個氣胸。咁個做法就係咧，我哋用1個至到3個細嘅傷口咧，伸啲鏡頭同埋儀器入去咧，先將個肺嘅頂部一啲唔正常嘅肺泡將佢切走，然之後咧再去做一個叫做胸膜黏連術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黐肺手術。咁爆肺嗰個復發率係點嘅咧？又可以點樣減低呢個復發率㗎？
原發性嘅氣胸咧，如果係單純用保守治療咧，1年裏邊嘅翻發機會咧可以接近50% 嘅。如果爆咗第2次之後咧，會有第3次氣胸嘅機會咧係會高達60%幾添。咁如果想減低翻發機會咧，就要考慮做呢個微創嘅手術，咁就可以將個翻發機會有效減低到平均大概3至5% 左右啦。你頭先有提過啦，譬如做某啲運動啊、潛水都有可能引發氣胸啦。咁係咪爆過肺嘅人就最好就唔好再潛水呢？又或者譬如高空坐飛機，會唔會個危機都好高呢？嗱，呢個問題問中咗好多人一啲心目中都好想知道嘅問題啦。嗱，先講搭飛機啦。嗱，其實醫學界咧暫時對於氣胸之後搭唔搭得飛機咧，未有一個一致嘅共識嘅。不過一般我哋嘅建議係點咧？就係視乎醫生嘅診斷同埋佢氣胸好翻未啦。一般就建議氣胸過咗2至3個星期之後咧，先至考慮搭翻飛機嘅。咁至於深海潛水，如果佢係未做過手術咧，我哋一般就唔建議佢再玩深海潛水嘅。因為氣壓嗰個波動比較大啦，萬一如果佢喺個深海嘅地方出現咗爆肺，又不幸地出現咗個我哋叫張力性氣胸嘅現象嘅時候咧，咁個危險性就好大啦。咁如果患者喺日常起居啊，或者係平時普通做運動咁樣啦，有冇咩地方有需要留意嘅咧？嗱，其實咧氣胸嘅病發同埋翻發咧，我哋冇得預測嘅。亦都唔係話我哋做咗啲乜嘢或者冇做啲乜嘢咧，就可以完全避免到嘅。好多人以為就話我要靜養啊，我唔好做運動啊咁樣，其實呢啲都冇個關聯性嘅。反而咧食煙咧係其中一個會增加氣胸翻發嘅機會。咁所以係食煙嘅朋友咧，就記住盡快戒煙。食煙除咗會增加氣胸嘅風險之外咧，亦都會破壞肺部組織，導致其他嘅胸肺疾病嘅。多謝晒余醫生嘅分享啦！爆肺真係可大可小啊！有任何警號嘅時候，記得及早求醫。